来看台南市南区的大南路附近有200公尺长、2排52丛的椰子树，佮有1丛乌帮树。公部门要伫遐设一个公车牌，因为这椰子树会影响到过路人，所以拍算要撤掉。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，过路人的安全上重要。树仔呢是要移设，还是要来撤掉？会当过来讨论。 公车驶过来，毋过有分隔岛挡掉的，公车要挖来到慢车道，互乘客上车落车是真无方便。自较早就直接停伫咧快车道，互民众上车，当地民众是真惯势啊。公车道要变做对这个坑哦。嘿，因为迄带遐缺口遐嘛是粪扫车伫啊。好。这边这社会的倒粪扫嘛是拢直接过，拢安尼去。 这个树啊，也无啥物会当遮阴的地方啊，要做好那些树啊。规划一下，应该是 OK 的啦。哦，你们也是觉得说比较对啊，老百姓应该是会很高兴的。不过民众要坐车，就要通过慢车道，搁再行过树丛，才当安全上车，有影是真危险。也因为安尼，台南市公务局为着要改善交通甲过路人的动线，就重新规划车路配置。不过改善计划提报到营建署审查，却是有意见，因为牵涉到53丛树仔。也因为安尼，先研究2种工程方案，一种是全部刷走，另外一种是刷5丛树仔。不过即马外界也传出着反对声音。改善项目有扩大街角。 新专线退缩、路口改善、庇护岛的增设及调整公车停靠区，这些设计内容将会与地方沟通，达成最大平衡，再据以执行。这些树要不要移，要不要动，那应该要有比较专业的讨论。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大林路你才短短200公尺，其实是可以来有机会改善，让它变成是台南市第一条。 道路改善之外，我们要可以兼并把行道树纳进来考量。这寡考量拢是为着过路人的安全，也因为安尼，目前甲本地旧车牌啊暂时刷到附近大东路加油站头前。不过最近因为大南门古迹公园要到8年的南洋山，还有台南地属官社古迹头前的这可怜啊，拢去防不当撤掉，或者是修剪过头，代志引起关注。这届又搁要撤树啊来重新规划车路配置，公务局强调目前拢还未定案，未来也会收集各界。 意见，记者综合报道。